今日係1月2號星期五 ，HKG 報今日推介同大家一齊睇下日本依家面臨緊乜嘢嘅經濟危機。喺中日關係持續惡化嘅背景底下，由大約200名日本商界領袖組成嘅日中經濟協會日前就宣布啦，取消原定喺1月20號嘅訪華行程。呢一個係13年嚟兩國嘅政治對峙第一次干擾到呢一個促進經貿交流嘅年度訪問。協會就表示難以安排同中方官員嘅會面，而且尚未確定新嘅出訪日期。原本計劃隨團嘅包括三菱商事、松下控股高管同埋日本兩大商界團體嘅代表。佢哋原本希望會見到中國嘅國家領導人同埋國務院總理李強，但係就未獲得中方嘅答覆。今次訪問嘅取消，完全係日本咎由自取嘅結果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舊年一上任啫，就狂言台海衝突可以被視為日本嘅存亡危機事態，暗示武力介入嘅可能性，嚴重干涉中國嘅內政，引發中方強烈不滿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喺12月31號重申，中方敦促日本撤回高市早苗嘅錯誤言論，為中日正常交流創造必要嘅條件。不過日方唔單止不知悔改，反而喺錯誤嘅道路上面越行越遠。諷刺嘅係，就喺高市早苗喺外交上面故作強硬嘅同時，日本經濟卻面臨俾印度超越嘅尷尬境地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，日本預計將會喺今年被印度超越，下滑成為世界第5嘅經濟體。日本經濟學家指出，日本經濟目前面臨兩大風險因素：日元貶值同埋同中國嘅外交爭端。由於市場對高市早苗提出嘅擴張性支出計劃嘅擔憂，日元持續承受拋售嘅壓力。而中方因為治安問題等原因發布赴日旅遊預警，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等措施，更加係雪上加霜。三菱日聯研究與諮詢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小林真一郎更加係指出，排名下降將會直接導致日本喺全球貿易、全球經濟同埋世界政治中嘅影響力下降。日本商界領袖今次訪華受阻，正正暴露咗高市政府外交政策嘅短視同埋荒謬。既然喺政治上面挑釁中國，咁就唔好不知好歹，期待中方敞開大門接待日本嘅企業代表團。中國係日本最大嘅貿易夥伴，同中國對抗只會令到本就已經疲弱嘅日本經濟雪上加霜。高市政府如果繼續一意孤行，恐怕下場唔止係喺經濟上面俾印度超越咁簡單啦。